像大象一样的，好奇怪哦。清楚一位拳击手是要和他 PK， 就是不会掉。太完美了，没有人教过，这简直是个天才。对于虫子来说，它一直分是人类乱编的。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常常我肯定跟你学习。外星人都会。就这个，洞口已经有1厘米了。你儿子妈妈当时我就聊过，即便是千里马，没有伯乐发现还是不行的。妈的这行太苦了。肉点很好，一个大一个小的。帮妈妈烧猪脚，帮妈妈称大衣。老师就说教不了他。真没人能教他，至少我教不了。就是一个狙击手放在一个普通连队里是没有用的。我也没跳过舞，看到视频人家妈妈怎么喊的，就自己就跟着怎么喊。芭蕾舞是贵族的艺术，贵族是什么？它不应当只在高雅的殿堂里。我最想找到是怪谈，漂亮死人的。大人的思维可能会觉得，你看了这个东西没有用。鬼知道我怎么喜欢的。这个就大自然的宝石啊！哇，好漂亮！其实到底有没有用？他教我看蚂蚁，非常快乐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生。这样一个超级小孩，什么都会，可是另外一方面灵，很像一个迷宫，怎么能够把它带出来？如履薄冰，如履薄冰。